嘿呀哦哦哎呀哟。因为我从小就喜爱这个歌谣，所以以前老人家所唱的歌我都会记得。以前老人家都是工作都是分工啊，今天做你的，明天做他的，后天做谁的，这样轮流。然后你一天在一起，光工作感觉到很累。如果说你边工作边唱歌，开玩笑的话，就不会感觉到很累，就很快就把时间就打发出来，就一天的工作了，就这样。有时候到家里，如果今天做比较重的工作，少不了这个米酒，喝了米酒，灵感就来了，就唱歌了。那时候我还小嘛，我就听老人家一直这样唱，也不是一直跟走，一直听。然后放牛的时候，老人家呢，昨天晚上是怎么唱的，在放牛之前就一直哼的跟着，还不熟。昨天晚上又听到，这样就慢慢就会学到了，就这样。夺目有当过夺目的还有资格带这个国葬。在丰年祭的时候要祭祖灵啊，要祭祖灵的时候拿酒不是吗？然后祭完了你就稍微有一个动作就要做这样请祖灵保佑我们，是这样。我头上这个是那个野生的那个祖鸡，那个豆那个祖鸡，它的尾巴是这个，这个是山猪的羊，另外这个黑黑的是那个山羊的脚。山羊的脚，你没有打猎过的那还是没有。Hai hanako, nanay maura kita, mama kita aming hati atuni o bi。巴蒂尔干的生命都音乐节安吉了，都是2月7号喊那个。